星級論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an 啦。咁今個禮拜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港股可以考慮下部署翻少少淡倉咧，去叫做燉勻下個倉位嘅。咁其中咧，其實睇翻6月未平倉合約咧，咁比較重身而有權重嘅股份，即係喺淡倉嗰度重身少少有權重嘅股份咧，就分別都有3690啦、9618啦，咁同埋有隻2318嘅3690做個例子啦。咁雖然佢就嚟業績啦，咁不過佢其實個股價都叫做比大市弱好多啊，即係其實都冇彈過上去高位700、9988嗰啲都已經翻晒去貿易戰之前嘅一啲高位啦。咁但3690其實都冇乜反應。咁佢有一個 MACD 係階段1嗰度，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弱勢區域裡面嘅一個整固形態。其實唔排除伴隨嗰個業績咧係可能再坐多一口落去都可能嘅。咁如果你見到而家個股價啦，其實 around 136至138蚊左右啦，可以考慮下部署翻一個淡倉啦。咁可能你預安全少少嘅價位咁啊，可能接近138度去開會好啲啦。咁個止蝕位就可能要144.7嗰個位㗎啦，即係都係一個叫做上次彈翻上去嘅高位啦。咁而目標價其實都要望佢穿底嘅。咁如果望佢穿底嘅話咧，其實都可能去到124蚊附近嘅水平嘅啦。咁所以其實都一個叫做一般般直博嘅一個策略啦，可以大家考慮下。港股上個星期咧就係24,000點嘅水平度遇到阻力啊，咁啊見到一啲重磅股咧 ATM 咧都未話有好大嘅起色，美團呢就係低軌道整固啊，嚟緊呢都會公布業績噶啦。如果大家咧都同80後投機客 Alan 一樣啦，睇淡隻美團呢有機會向下穿嘅話呢，都可以留意翻啦我哋升展嘅美團 put 輪選擇13242呢一隻美團嘅 put 輪行使價係119蚊，到期日去到7月尾，比較適合一啲短線嘅部署啊。實際槓桿咧可以俾到7倍樓上噶。假如咧美團咧跌到落去下跌參考價124蚊嘅話，假設人生波幅不變，並且持有1個禮拜，俾到潛在升幅可以超過有80%噶。